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，也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，也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也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也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得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大成就，是大明就，是无上就，是无定定就，能度一切苦，尽是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就，即说诸法界地界地，婆罗界地。婆罗心界地，菩提萨婆诃。